你係咪一直想喺香港開鋪，但係又擔心經營壓力大、入行門檻高，自己又唔識點搞？而家機會嚟啦！盛匯最新推出專家商鋪聯營計劃，專為想創業嘅朋友度身訂造。只要你有決心，我哋由頭到尾幫你搞掂。實體鋪位、資金支援、專業營運，全部包晒，令你可以真真正正輕鬆做老闆。呢個計劃同一般加盟計劃唔同，唔係得你一個出錢，我哋都會幫你揾一個相關行業嘅專家，同你一齊投資，一齊合作經營，大家利益掛鈎，自然就會落足心機，提高成功機會。盛匯可以提供啲咩？一、地點優越、交通方面嘅街鋪，仲有租務上嘅協助。二、視乎品牌需要，提供幾十萬到過百萬嘅啟動資金，提高整體質素。三、安排專業人士全程參與管理，你唔需要親力親為。合作模式都幾清晰，三方各司其職。你創業者出資、投資、交租，同時享有盈利分成。我哋業主提供鋪位同埋資金支持，穩定收租。專家同你一齊出錢，負責日常營運，同你共分盈利。目標好明顯，就係做到三方共贏。業主、創業者同專家一齊得益。無論你係內地嘅企業家，想申請高才續簽，定係本地想創業嘅人，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可控、支援充足、彈性十足嘅好機會。立即聯絡我哋，把握機會，圓一個屬於自己嘅小店夢想啊！